廣東人梗係食港式月餅啦，陳皮豆沙月作為廣東嘅經典，好多朋友每年都會尋找嘅味道。雖然好多都叫陳皮豆沙月，但係味道其實都差好多。大家大個咗，係咪覺得陳皮豆沙冇以前咁好食呢？因為大部分人都唔再堅持手工製作，大部分人用其他代替陳皮，所以好多人都揾唔返細個時候嘅味道。我哋咁多年都堅持手工，堅持用真正嘅陳皮加入月餅。陳皮係主角，再唔係配角，香味足夠，入口係紅豆混合陳皮嘅香味，慢慢地就有陳皮嘅回甘。時間的味道將我一下拉到細個嘅時候，回想起每年中秋嘅時候，一家人團圓，等住長輩切月餅的回憶。食嘅唔單止係一種味道，更多嘅係一種情懷。所以每年有好多朋友嚟搵我哋買月餅，送嘅唔單止係一份用心嘅堅持，仲係一份情懷，一份回憶。